各位注意，我哋被冒認咗啦，連商業登記證都可以偽造。最近有騙徒冒認我哋公司，開晒 Facebook page 同埋 WhatsApp 賬戶，內容直接由我哋公司複製過去，用我哋個名，用我哋嘅標誌進行詐騙。暫時我哋已經收到幾位朋友中咗招啦。對於呢一種利用大家對探索香港大自然有興趣嘅人進行詐騙嘅行為，我哋絕對唔容忍。咁佢哋扮到咁似，可以點樣預防呢？好簡單嘅啫，我哋 Speedyboat 香港甲船平台只有一個 WhatsApp 號碼，就係92295167。所有預約我哋都推薦大家去我哋官方嘅網站上面下單，避免轉賬去到指定嘅私人賬戶。請大家冇必要提高警覺，唔好因為貪小便宜而誤信騙徒。就算有優惠，都係經過以上嘅官方途徑公佈。所有經我哋 Speedyboat 管理嘅平台，可以參考我哋網站嘅防詐騙頁面。我哋已經報警備案處理。如果大家有懷疑，可以立即 WhatsApp 92295167向我哋查詢。拜託大家大力咁樣將呢條片分享出去，防止更多人受害。期待喺香港出海見到大家。